你係咪肚餓、嬲、寂寞、攰？歡迎收聽我在 HALT。今集我哋會傾下青少年其實有幾自主，點解佢哋明明好叻，但又成日做啲衝動決定。第一部分，青少年個腦未發育好。青春期嘅時候，其實個大腦仲係裝修緊，控制理性同抑制衝動嘅前額葉皮層 prefrontal cortex， 即係腦額頭位置，係最遲成熟嘅地方。通常要到20幾歲先完全發展。意思係咩？即係佢哋可能已經學識點樣思考、推理、做選擇，但個剎車掣未生得好，衝動先行，理性慢幾步。所以你見佢哋可能書讀得唔錯，但一轉頭又做啲危險嘢，其實都可能同腦部未成熟有關。第二部分，感官刺激。你有冇發現青春期嘅人特別中意刺激？例如開好大聲音樂、玩刺激運動，或者成日滑手機揾新鮮感。呢啲行為叫做感官尋求行為 （sensory seeking）。其實係因為青春期入面多巴胺 （dopamine） 一種對獎勵有反應嘅腦化學物質活動特別活躍。簡單講，佢哋對爽靜、新鮮呢啲感覺特別敏感，再加上荷爾蒙又升，個腦又未完全控制到自己，自然就成日揾刺激。所以唔一定係反叛，有時只係佢哋嘅腦要咁樣運作。第三部分，聰明咗，但又好似更自我。其實青少年嘅認知能力係不斷提升緊。根據皮亞傑理論 （Piaget's 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），佢哋進入咗形式運思期 （Formal Operational Stage），開始識得做抽象推理，例如明白隱喻。時間係賊咁樣偷走你青春。佢哋亦都學識咗後設記憶 （Metamemory），即係識用記憶策略整理資訊，例如做筆記、總結重點等等。不過同一時間，佢哋又好容易陷入所謂嘅青少年自我中心。你可能聽過類似嘅說話，冇人明我。呢啲係個人神話 （Personal Fable），成班人都睇緊我。呢啲就係想像觀眾 （Imaginary Audience）。佢哋會過分在意自己點樣俾人睇，覺得自己經歷係獨一無二。結果就係，雖然理論上有自主能力，但實際決定好多時都係基於情緒或社交壓力，而唔係理性分析。總結，自主唔代表成熟。所以總括嚟講，青少年係有能力做決定嘅，但個腦未完全成熟，荷爾蒙又影響緊情緒，再加上對自我嘅迷思，佢哋嘅自主係一種半成熟、需要引導嘅狀態。父母、老師、社工或者成年人其實可以做嘅唔係控制，而係提供安全框架，俾佢哋試跌，再學翻點樣做負責任嘅選擇。希望你對青少年點解咁衝動又自我有咗多啲了解。多謝你收聽我在 HALT， 下集見。如果仲有下集嘅話，